这间会馆就是南区乐龄学习中心的风格学堂直播体智能课程的空间。虽然5月中疫情3级警戒学习中心已经停课，不过停课却无停学。每礼拜委托有心顾家智能治疗师来设计课程，让老师甲长辈伫线顶见面，来用轻松的游戏来训练记忆，毛替长辈定做运动方式。9点半一到，就这时段上线活动。最后3秒，3、2、1、2，来速开，速开，你卡来，安尼弯起来，高点，把手改亮起来，来伸展你向大腿。因为我们这个课主要是为乐龄设计的，那乐龄就是我们55岁以上的长辈，所以主要这个课，原本在设计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运动啊加动脑的一个混合的课，所以会有运动的部分，会带长辈有一些，比如说拉筋啊，或是有氧啊，或是肌力训练的部分这样，对，然后动脑的部分也会加进去，比如说训练他们长辈的注意力啊、记忆力等等的这样子。因应 COVID-19 疫情以后，将成为流行性感冒，甲咱社区共存的趋势，加上因应超个人社会需求，所以分班总干事甲乐龄学习中心会持续沟通，将课程改成线顶的形态，利用 FB 或者是 Line 来多元设计。未来我们也有规划那个就是折纸的一个教学活动，也是用LINE的这样的一个分享。那因为这LINE的一个使用呢，在我们大哥大姐来讲，就是在之前的电脑课或是在他们的生活上使用的相当的频繁，所以呢，这样的学习方式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容易入手的。那所以其实我们未来真的会去再研拟更多的一些线上学习的方式，不管是直播啦，或是就是Line 啊，或是那个 Google Meet 这样的一个方式，让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学习。据了解，风格分班去年3月成立到今，已经接募120位长辈。目前体智能课程改成直播以后，嘛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加入风格团队会乐龄学堂的脸书，做伙伫厝内学习。但新闻、顾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。